裝修前冇揾師傅檢查鋁窗，後果可以好嚴重嘅。今日我哋嚟到朗日豐嘅裝修單位啦，受業主委託進行全屋嘅鋁窗配件維修同埋防水工程。朗日豐呢一個3房單位啦，總共有14隻窗需要做維修喎。咁大家會留意到啦，其實大中細咩 size 嘅窗都會有。我哋換窗鉸嘅時候咧，其實都要留意翻佢嘅長短啊、厚薄。如果換唔啱嘅窗鉸嘅話，換完就會有問題㗎啦。其次啦，窗鉸啊、手掣鎖芯啊，其實佢嘅氧化程度咧屬於中等嘅，唔算太嚴重。但係業主見今次大裝修啦，就一次過換晒佢，一勞永逸，之後就可以放心入住啦。我哋今次咧，除咗發現鋁窗有少少滲水問題之外啦，最為嚴重咧，大家可以見到露台呢個位置啊，佢滲水嘅情況咧，甚至乎令到嗰個路軌咧開始有變形嘅情況啊！如果我哋唔及時再處理佢嘅話，後果可以變得更加嚴重。就係入咗水咯，入咗水啲水去到啲鋼筋木鋼筋一生就滑脹篤過去都。我哋定期咧都會喺候車處隔離嘅大堂咧進行鋁窗安全推廣嘅，有興趣嘅朋友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